亲爱的大家平安。每一届的教会的纪念主日，咱会想讲，到底这个纪念主日咧创啥物会？咱嘛会去思考讲，这个教会纪念主日中间咱有奉献这条钱用对啥物所在去？有真个时阵，咱伫这个教会内底，咱已经生活习惯，但是上帝就是通过这个纪念主日，互咱有分伫上帝以前奇妙的圣工。其实，真做上帝的工人，我一直感觉上帝的工绝对袂欠钱。所以，新人伊的募款到底目的是甚么？也这你敢想讲，上帝会玉山神学院变作乞食吗？上帝这人美事一定在教会一路行来38年，伊伫这个所在，伊敢有互咱真做乞食？所以，纪念主日对咱来讲上重要。是上帝互咱有机会，甲所有上帝的事工结连，成做一个团队。所以伫这个新的教育的纪念主日中间，咱为什么要安排对新人院的关心的工作？新人院毋是一个盈利的机构，但是伊是一个真要紧的事工。伊咧养成将来上帝教会的牧者，就是要宣讲上帝的话。伊爱有能力讲上帝的话，伊爱清楚了解上帝的话，不但是有能力甲清楚上帝的话咧讲什么，伊爱有一个清气的心，有一个细正的态度甲品格来讲上帝的话。要有健康的教会，都爱有需要有健康的传教者。今仔上帝互咱有机会对一个无事的囡仔加恩。我对伊的人脉是通过学校的联络，但是更较深的人脉是通过今仔日伊的见证。伊的见证就亲像摩西出世，摩西后来真侪亲像牧师，伊毋是牧师，但是伊是一个真要紧上帝所拣选，伫咱人类的历史，特别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咱做基督徒，摩西拢是一个真要紧上帝所要使用讲上帝的话的人。所以基本上，摩西就亲像一个新学生，伊有经过上帝训练，后来伊才有能力通讲上帝的话。但是兄弟姊妹，摩西一生中间，足要紧有3个阶段。今仔牧师要甲咱做个分享，就是咱嘛有可能将来恁的家族内底会出子孙，将来做牧师，敢有可能？咱无人知影。但是上帝若要用咱的家庭。用咱的囡仔，咱爱怎样准备咱家己，互咱的囡仔将来做上帝的工人？就如嘉恩讲到伊的妈妈，伊宁可将伊的性命互伊的囡仔，互嘉恩活落去。这个家庭中有真侪牧师成长的过程，嘉恩一生的故事，一定爸爸妈妈有真侪带伊看到上帝的背影，听到上帝的话。亲爱的姊妹，就亲像这条道，牧师今仔经这条道，一个囡仔的忠诚，有爸爸有妈妈有阿公有阿嬷，伫伊童年的时阵，其实已经定着伊的将来。新人的教育遮尔短，但是新人教育根本无能力通改变一个囡仔原生家庭互伊的价值观念，甲伊所产生的罪，伊的人生的态度品格。所以，一个牧者伊的忠诚，基本上伫伊的家庭，亲像摩西。所以，你若了解摩西的故事，你若知影讲摩西的故事，毋是干那记载伫摩西五经，更加要紧伊嘛有记载伫希伯来书新约的内底。也就是讲，伊因为伊的信，伊的老爸老母勇敢用性命保护这个囡仔，因为伊的父母的信，所以这个囡仔后来看见伊将来。要做什么种的荣耀富贵的人？今仔日多数的基督徒的家庭、甲社会世俗的家庭，拢共款。其实咱的囡仔的成长教育，真侪拢带有成功主义的色彩。恁敢有同意？毋是干那世俗人，包括基督徒，咱的囡仔的成长过程，咱真侪时阵，其实咱是用成功主义来教咱的囡仔。你若够读册，你将来有出头；你若认真读册，你将来就有成果。你若认真工作，你就将来有一个好的职业，你就当趁钱，然后你就当换来快活。
对一个家庭，毋是安尼的教囝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今仔是神的教育。我要甲咱分享，如果咱的家庭若无出牧师，咱的囡仔若无机会通做牧师，咱奉献，互新人院代替咱栽培囡仔，互上帝用。这就是神的教育的传承的重要。所以第一个，今仔日我要甲咱讲3项的代志。第一，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养成，是对伊出世的开始，甚至还未出世。伫妈妈的腹肚内，就决定伊的一生。这样的出世真辛苦，伊的父母用真多心，甚至到最后要出世的最后，这个阶段，又出了一些毋是做父母有当控制，加在还有医学当帮助。上帝福家恩忠诚到今仔日，伊出世伫一个牧师的家庭，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祝福恁的家庭。出好行顺，也愿上帝互恁的家庭会当真正用真理甲活命来栽培恁的囡仔。恁的囡仔将来毋是用钱来判断伊的成功。兄弟姊妹，爱帮助你的囡仔，伊伫一生中间知影讲，人的成功毋是有能力买名牌衫来穿。人的成功，毋是因为伊赚偌济钱，伫社会顶悬互人看这舍囝好野人的囝。人的成功，是伊真正内底生命，迄个真善美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一个圣经的中间，咱明白。我首先伫今仔咱经文内底并无这段话，但是希伯来书11章是咧讲起犹太人的历史、信仰的历史。只有1章尔，但足底，兄弟姊妹，倒去了后，恁家己单独甲读。每一个家族拢有一句话叫做“因着信”，因为信仰这个家族，因为信阿伯拉罕，因为信拿阿，因为信阿伯拉罕的爸爸妈妈，因为信摩西，因为信。这段话咧讲起信仰改变了一个族群的历史。今咱所读的旧约，伊这个人叫做阿伯兰。今咱所读的只有一句话，但是这是上帝对阿伯兰讲，足济话中间，其中2句足要紧的话。上帝对阿伯兰所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我67岁的基督教的活命中间，一直到最近我才注意到讲，阿伯兰上帝甲伊讲的第一句话是啥？现在恁想会起来无？我一个陈牧师问讲，我心中欢喜讲，到67岁，我终于发现讲，上帝甲阿伯拉罕讲的第一句话，遐尼宝贝，晴天霹雳的第一句话，上帝甲阿伯拉陈牧师马上甲我讲，就是甲伊讲，你离开你老爸的家啊，兄弟姊妹。但有时读圣经，咱若无经过人提醒，咱真正无法度知影讲圣经内底的重要。但是你敢知影这句话？是经过600年了后，摩西才给写出来，这摩西五经呢。而遐一句话摆伫创世纪12章第1节，迄有足深的意义伫内底。因为创世纪第1章甲11章是创造的历史，12章才开始咧讲信仰的历史。时间无够牧师真长，甲恁解说圣经的话，但是要搁来日方长，牧师慢慢讲互恁听。今仔日的这段话咧讲起，摩西会当成做上帝重用的工人，毋是干那伊伫西奈山顶悬看到异象，其实出世的时阵，上帝就定到一个囡仔，亲像今仔日伫咱中间请安的施加恩，愿天父上帝帮咱，互你的囡仔将来有一个完整的信仰的教育。摩西一生对伊细汉，后来出社会，后来拄着上帝。所以摩西一生中间有3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伫伊妈妈食奶的迄个阶段，恁知影伊的故事，也阴错阳差的缘故，所以伊毋是伫伊犹太人的家庭大汉，伊竟然是伫一个法老王的查某囝，恁会记迄个故事吗？但是为什么伫王宫大汉的囡仔，伊最后选择要对伊的路仔囝做伊的妈妈的子孙？一定是
摩西的爸爸妈妈，因唔是用成功主义来教伊的囡仔。今仔真侪基督徒有关无法度脱离迄种避免世俗的这种的家庭教育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对今仔开始，这个信仰是要互咱改变，互咱知影什么是贵重，什么是世俗。摩西的父母是无简单的，以后摩西会当看认同受苦，赢过荣华富贵。但是今仔真侪人，若咧选择对象，咱来讲门当户对。真侪人咧欣赏的，就是讲，我来当嫁着一个好的家庭，我来当娶着一个好的家庭的，人拢看这啊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真做有能力的人，唔免看人的目色，也这种重要嘛。互咱真做有能力的人，互咱真做丰盛活命的人，唔免看人的目色，独独伫上帝面前，咱了解摩西是什么人。我伫五国顶悬，唔是五国，我伫恰特顶悬。我问讲，伫圣经中间摩西这个人，用一句话上适当来形容摩西，是什么话上会当形容伊？我咧想讲，大概这个是国父。摩西是不是对犹太人的国父？伊甲我讲，摩西是神人呐，伫上帝的面前代替上帝的人，哈！信仰咱恰特伊就遮尔高讲话。兄弟姊妹，咱拢用国父来看世间的英雄啦。摩西是什么？摩西讲，上帝甲伊讲，我要互你伫法老王的面前抬头挺胸，代表我，有荣耀无？有尊贵无？兄弟姊妹，愿你的囡仔伫这个世间，将来就是徛伫上帝甲人的面前抬头挺胸的人。主帮助咱，互咱通过摩西。伊所写伊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故事。今仔日咱咧读的这17章第1节，就是摩西听到上帝甲伊讲，当初你的祖先离开伊克不是阿拉克，伊拉克啦，伊朗甲伊拉克，摩西的故乡就是伊拉克，伊朗较过去当兵伊拉克。伊拉克去里的顶端伫西北方，迄个国家叫做叙利亚。摩西是对伊拉克的합难，后来上帝带伊离开。伫迄个过程中间，摩西甲上帝甲亚伯拉罕讲的第2句话，就是今仔日毋是第2句，我感觉第2重要的话，今仔咱所读的，上帝甲伊讲，我是一个完全的上帝，你就完全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学习做基督徒。有一个真要更紧的功课，就是成熟。咱要叫做真的基督徒，成熟的基督徒。摩西照上帝所讲的话，当时我甲你的祖先讲的话，今仔日我讲互你听，以后你讲互你行行顺顺听。也因为安尼，咱嘛有听到，嘛有这个机会。原咱伫今仔日，咱知影，要讲上帝的话，无管你通清清楚楚讲家己要讲的话。所以摩西所讲的话是上帝定定的话，所以一生有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伊的父母甲伊教，第二个阶段是伊出社会。你问牧师讲，你讲摩西出社会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想，摩西伫荣华富贵的王宫内底，忽然对迄个天堂上掉下来，因为伊仗义执言，出手保护伊的同胞。无小心拍死人，所以伊为着法老，就是埃及的律法，伊需要得命，因为杀人偿命是埃及的这个律法之一，所以摩西就逃亡。伊出社会伫旷野足足40年，伫遐过样，我甲伊称之为摩西出社会。伊伫出社会中间去思考讲，我过去的荣华富贵。想到今仔日，我是一个走老头，逐日干那伫这个青水的草坡，甲这羊我做伙困。我爱将来咧，一个人出社会，伫社会内底学着什么？兄弟姊妹，教咱的囡仔出社会，毋是交际应酬。教咱的囡仔出社会时，是伫遐咧听候，有一日要为上帝做
重要的工作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摩西圣经安尼讲，对神摩西出世，伊的父母就看见伊的囡仔遐尼水，创意3个月，唔惊。我要提醒咱这句话，伊的父母是一路生命、信仰、勇气的父母。我嘛要鼓励兄弟姊妹，你会教你的囡仔，伫信仰的中间有信仰的勇气，有信仰的能力，有信仰的眼光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伫无久的将来，嘛有一代搁一代对得堂出来的传教者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会当亲像拥有咱的囡仔，伊忠诚，伊伫伊的一生中间选择不认贼为父。伊知影我的老爸就一个，就天顶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，毋是用成功，毋是用权力，毋是用社会地位来选择咱伫人生中间咱的身份甲咱的角色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有一个更美的生命。圣经中间耶稣所讲的福音，有2摆讲到最美的生命。不可少的生命，你会记遐经文吗？迄是耶稣对什么人所讲的？兄弟姊妹，今仔圣经对希伯来书11章25节，伊讲较好，唔爱，这就是一种的可以不可以，你的选择要跟不要。兄弟姊妹，伫这个信仰中间，你敢已经真清楚，伫你的人生中间有这种决定，我要选什么，对我的家族一生重要。也在为你的囡仔祈祷，你的囡仔也要诚心真正，也有改变的机会。求你用上帝的话，请恁用上帝的话，带因入捌真正的信仰中间所讲的价值的观念，甲真正信仰的品格。上帝祝福恁，设使恁若愿意安尼做，恁的囡仔要因为恁受祝福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诶，这个经文顶关帮助咱知影讲，信仰基本上是一种生命的表现。一个基督徒听讲道，不是听伫心内藏的；一个基督徒听讲道，是听了后，伊照安尼活出来。所以信仰是一种价值观念的选择，但是信仰更加要紧，就是一种生活的表现。所以这，你伫你的家族中间。你伫你的公司，你伫你的社区，人安怎来讲你这个人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群人伫得堂，毋是互咱感觉真阳光。愿咱伫得堂是互人看伫讲，有一群人，因点点啊来，点点啊做礼拜，爱生活伫阮得堂，因真无共款，好不好？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是一个拥有模式的教会，也是一个支持神学教育的教会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知影，真正的生命是伫家庭甲教会成长的。这张图恁注意看，恁有看到啥？恁可能无注意咧啦，一个大自然就是，一个阿嬷咧讲人生的道理，互一个孙仔听，但是这个囡仔手中摕啥？一个电脑，囡仔咧甲阿嬷讲，2个人啊，2个无同款的世代，但是阿嬷永远是阿嬷，妈妈永远是妈妈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帮助咱，伫咱的厝内伫教会中间，是旧又阁是新。今仔咱所念的诗歌有一件事，我真爱讲这个故事。这是阿嬷的故事，但是永远是我的故事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祝福恁的家庭，也互咱的教会知影讲，今仔咱所做的，无论是主日学的工作，无论是快乐的周末营，无论是咱的课后辅导的课程，甚至咱看伊甲咱无一定有直接的关系的向日葵学员，兄弟姊妹，上帝将足宝贝的工作，互咱的教会，愿咱做伙有份伫上帝的内底。今仔日的金句，甲咱讲。就安尼想意思就是将上帝的话放伫你的心内。上帝安怎教你，你就安怎教你的囡仔。就伫你的心内常常想，上帝怎样管教伊的囡仔。
兄弟姊妹，愿上帝的圣神常常伫你的心内，将有价值的品格，将有价值的行为，将有价值的事，将这个尊贵，互你伫好嘅人的面前头壳袂咧咧，互你伫颂扬人的面前，你袂安尼一概皮壳往天，介绍你足够。今日真侪人，咱的表现并无真正真健康甲实正。原咱伫颂扬人的面前，咱没有骄傲，没有看轻别人。原咱伫好嘅人甲社会有地位的人的面前，咱要亲像哈巴谷，就要讨好，要讨好，讨得一块，安尼骨头可以吃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基督徒，咱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，管教你的囡仔。求天父上帝祝福你的囡仔。第二日今仔日这段圣经中间，我要甲咱讲，摩西是一个听上帝讲因的家族的故事、历史的一个囡仔。上帝将伊的作为，搁一摆放伫这个囡仔的心中。咱今仔日来教咱的囡仔认捌上帝，咱就是咧将上帝的话放伫囡仔的心中。有一日，这个囡仔要亲像摩西，嘛亲像加恩、加荣，伫上帝互恁的家庭成长的背景顶管，要看到你爸爸妈妈前面那个上帝，呼召你父母的那个上帝，也会与你同行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上帝对亚伯兰所讲的第一句话讲：去吧。伊讲你爱离开你的本乡、本族、老爸家。伊讲去吧。这句话其实翻译了无介正确，因为伊用中文翻译、英文翻，拢无翻译到真正圣经内底足要紧的话。伊咧讲去吧，意思就是你进入你的内心深处，与我同行。上帝甲亚伯兰所讲的这句话足重要。迄句话真正意思是讲，在你的内心深处与我同行。后来亚伯拉罕伫伊内心深处甲上帝同行，上帝甲伊讲起航离开哈兰，无乌尔。后来上帝带伊到哈兰，哈兰就是伫今仔日的叙利亚一个都市，叫做哈兰。伫迄个所在，上帝亚伯拉罕住一段时间。上帝佫甲伊讲：你往南走到迦南地。摩西佫行到迦南地，离开你的本乡、本族、本国，你的老爸家。这个中间真深的意思，离开你的本乡的意思，就是离开你的社会，你所熟悉的你的社交生活。第二，离开你的本族的意思，就是离开你原生的文化背景。因为我要带你超越你的原来社会经验、你的文化背景，最后要带你对内心深处你老爸家，就是你原生家庭所予你的影响，无论是祝福，无论是创伤。有的人伫原生家庭中间所拄到的是一个创伤，但是有的人伫原生的家庭所得到的是一个足大的祝福，是一个看见生命真正的价值。上帝要互人脱离原生家庭，脱离原来社会族群，脱离原来的文化。上帝要互人有一个超越、跨越鸿沟的能力跟智慧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基督徒，咱就是安尼。有一日，咱的囡仔要离开咱所予伊无够格的家庭，咱将咱的囡仔恭恭敬敬交给上帝，因为囡仔既然忠诚，就无搁再容易受咱教育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唔通放弃，相信上帝，伊是一个会改变人的上帝。将你的囡仔恭恭敬敬，用祈祷，用安静，用夫妻，互上帝家己伫你的囡仔来做。所以牧师甲恁讲，你要离开这个字，伫犹太人的拉比，因的解说互你的囡仔听的意思是安尼。你要走向更深的你自己，用心跟随我。这是中文圣经无法度无简单翻译的。你要走向你更深的内心深处，我伫遐咧等你，用心跟随我。兄弟姊妹，咱做基督徒，
爱用心，无心真困难，成做真的基督徒。也这愿上帝祝福咱，常常咱家己画手祈祷讲：主，我将我的心分别为圣，留一颗心给耶稣。主求你伫我的生命中间掌管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在内心与你同行。这是今仔日礼拜牧师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伫这个新啊教育的礼拜主日的中间，第二个，咱甲主祈祷讲：主，互我的囡仔，伊知影一项代志，就是伫伊的心中，伫伊意识的中间对你，我拢要用安尼来跟对你。愿兄弟姊妹，咱能享受一个超越，一个新的旅途，离开本地本族老爸的家。一个查甫囡仔当大人了后，伊结婚，伊要离开伊的爸母，对无？伊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，这是代代一个真奥妙的代志。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是件无简单的代志，但是是一个真神圣的代志。求天父上帝赏赐你的囡仔，成做一个新造的人；赏赐你的家庭，成做一个新的家庭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但信耶稣了后，观念爱改变；但信耶稣了后，咱的品格爱改变；但信耶稣了后，咱的价值观念爱改变。您愿意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享受，咱嘛做伙来荣耀上帝。咱甲上帝讲，靠我困难，但主你若爱我，为着荣耀你来改变，主你亲自改变我，主亲自改变咱，主亲像伊改变摩西同款。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一生中间，互咱一个新的应许：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。两项代志，新的生命；第二项，做新的事情。新的生命，做新的事情。求天父上帝，咱这间老教会，不是老教会，是一代一代，是旧又搁是新，好不好？望将来恁伫恁家己的灵修中间，常常念今仔日这条圣诗。咱甲主祷讲：主，我的家族有旧的故事，但是我的家族要有新的故事。伫新的故事内底要有旧的上帝你的应允伫阮的中间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上帝甲咱讲今仔日的话，毋是甲咱甲阿伯来喊讲。今仔日牧师强读即句话，是要祝福咱兄弟姊妹嘛？邀请兄弟姊妹爱学习完全，咱无可能完全，咱嘛不可能十全十美，但是咱有追求十全十美的使命。伫咱的能力顶悬真困难，但是这就是一个使命，因为上帝讲。我是一个全能完全的上帝，恁伫我的面前就爱做完全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的一生看见上帝荣耀，甲伊甲咱同在。愿天父上帝。所以今仔日咱伫这个神学院的纪念主日中间，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营造一个健全的教会。伫咱的教会中间所听的，查经也好，伫祈祷会也好，伫礼拜也好。咱所讲读的圣经的话，拢是全备的，是健康的，是圣经照安尼讲，咱就安尼了解。求天父上帝嘛帮助，通过咱的代祷，互新人院有好的神学教育的能力。也这今仔日的玉山神学院真的需要我们的代祷，因为伊毋是干那需要钱。神学院的院长。甲董事伫总会中间，伊甲我分享讲神学院迄个玉山新人遇到的问题，招生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？玉山新人院这几年中间的招生，我讲院长，我们能帮忙的可能是只有为你们奉献，原住民的奉献必须从原住民的教会自己做，不是啦，对不对？呼召神学院的神学院，对吧？所有的玉山神学院最后排除里面到原乡的教会，都是对原住民自己的孩子呼召出来的。这是别人无法度替玉山神学院做的工作。所以原住民的教会，它有一个更重要的自己的使命，
就是呼召自己的摩西。咱呢，咱伫背后替因祈祷，咱做为奉献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因为伫玉山新人院受栽培遮的囡仔，遮新学生，嘉恩应该是今年爱毕业了啦，真紧，上帝祝福恁，求天父上帝好，这个新的教育中间会当好，遮新学生有真完整的教育。其实3年足短，包括我做牧师，伫恁中间就37年的10倍以上的年时间了。我甲发现讲，较早亲像青梅啊，毋惊穿啊，来到新学院，徛就讲台就讲道，到愈来愈感觉，上帝话较遮尔深，上帝话较遮尔奥妙，上帝的能力较遐尔丰富。所以，弟姊妹，咱三体祈祷，今仔圣经做咱的目标。伫以弗所17章第1节里讲，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哈利路亚！求天父上帝得等教会，兄弟姊妹，咱伫上帝话来合一，咱伫上帝话来合一。上帝讲安尼，咱就照安尼，毋是牧师讲安尼照安尼，嘛毋是长老讲安尼照安尼。今仔有一寡教会有一个困难，就是毋知要听长老的，还是要听牧师的。毋是，是听上帝的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真道放伫咱的中间。第二，互咱认捌这间教会是啥物人的？是耶稣的。就算做咱无坐伫遮，脑处边愿意入来这个所在，寻求一种安静跟平安。咱的门24小时为着因来敞开。所以，兄弟姊妹。愿咱认捌耶稣基督，愿咱忠诚有耶稣基督的身量。这句话真深，也在你想。一个若身障者，伊若敢若有智能的发展，但是却身躯无法度随着身量的长大。身量伊讲心欢喜，心快乐，肉体安然行去。身量就是3个层面：心灵的健康。个灵命的健康，再来就是拥有健康的身体。上帝祝福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带着满满的祝福，咱同心建立上帝的教会。愿咱的教会嘛，将做一间公开的教会。咱同为今仔日的玉山神学院纪念主日，咱为因祈祷，咱为神学院奉献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万管的上帝，阮真欢喜，今仔日有机会，阮看到一个少年的工人，上帝你所拣选，嘉恩，甲伊的弟弟，主伫因的老爸老母的心意，伫因的家族中间一生，上帝你的同在，主求你，互伊无论将来去到什么所在，伊所讲的见证。就是伊的讲道，伊的讲道就是伊甲上帝你同行的见证。主你欢手伫伊的心上，主你祝福伊。主嘛恳求天父上帝，接纳阮的教会，今仔日为着国山新人院的奉献，会当帮助新人院担保伫因的事工顶悬需要。主，你是无柄鳄鱼的神。你互阮的教会今仔日的奉献，如同无柄的鳄鱼，互玉山新人院无欠亏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你听阮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